川政府提假架构，讲反犹太、反美国势力危害国安，下令禁止哈佛大学收国际学生。各座长水南海鲲河按4月海上测试的进度跳跳，今年11月交会目标恐惊卖延后。但要修法通过，自2004年开始退休的年岁要延后到70岁，加做欧盟上晚才退休的国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珍。新闻头起先来看，川政府和美国1.1的大学之间冲突愈来愈严重啊！尤其是以哈战争以来，有几间学校的学生发动示威，支持反战，支持巴勒斯坦。不过，美国久长来立场拢是挺以色列的。川批评这寡校园示威违反反犹太禁令，甲带头的学生掠走。哈佛大学今年4月嘛去互政府威胁，讲若唔配合政策，这美金22亿的联邦资金都袂阁拨互学校。不过，哈佛大学是无咧甲信道，甚至是硬对硬，互川真无民主。政府即阵就想要抬价架构，指控哈佛故在反犹太、反美国势力危害国安，所以下令禁止哈佛大学收国际学生。目前校内6800的外国学生就爱转学，若无就会失去居留许可。促销联邦补助款、促销4号免税代goo拢无法度予哈佛大学克服，乖乖接受联邦政府的改革要求了后，川普政府支持透过国土安全部，宣布为即麦开始撤销哈佛大学的外国学生甲访问学者的计划认证，也就是讲，目前哈佛校园6800个为世界100多个国家来国际学生，拢爱面临转学，或者是失去合法居留身份的风险。国土安全部长诺姆伫社群媒体发文，爱美国所有大学甲教育机构将这代志当作一个警戒。Harvard said that this is unlawful. They said that they're working as quickly as they can to get answers to students about how they can stay on campus, and they said that it's one more example of retaliation from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诺姆指哈佛放任反美亲恐怖分子学生，制造出无安全的校园环境，佮要求哈佛72点钟内交出外国学生的违纪资料，才有机会摕回这招生资格。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ants to remove students who've provided support to designated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like Hamas, and they want to be able to know which students have done that, so they want access to disciplinary records and to videos of protests. 目前是美国各大学的毕业季，过去5日，哈佛2025学年的毕业班学生都已经摕到文凭，走向人生新的一步。雄雄即马煞被取消居留身份，互外国学生感觉毋知要如何是好，甚至是惊吓不安。真侪人原本的实施甲就业计划一声被打乱。这接受 BBC 新闻访问的22岁瑞典学生表示，各些学生被用来当作北京甲哈佛之间斗争的条件，真无进度。哈佛的民主党学生会也发表声明，指川普政府做法是典型的威权主义，呼吁学校一定要坚守下去。为应对阻止，美国教育委员会主席米歇尔用非法无度量的越权行为，并用当局的做法，警告这互美国的留学市场造成负面的影响。公视新闻王慧文评论。关心一站以外的消息，美国加州圣地亚哥有一台私人飞行机向失去控制，为天顶落落来社区，上无有15间厝着火，真侪车拢烧甲剩废铁。目前知影飞机机顶有3个人死亡，几若个人受伤。那地面的住户是拢平安。林体被弄出一坑正大坑，还阁烧甲乌臭焦，边还阁有几多台车也被烧甲乌麻麻，变做废铁。美国加州圣地亚哥人口正多，墨菲结构住地区，当地时间22透早3点外发生一台私人小飞机摔落意外。目击的民众讲，这台飞机自天顶摔落，弄到明体，现场闻到正高燃油的味。I could smell that there was a lot of fuel, so I knew that there was going to be, a crazy fire going on, especially with, jet fuel or anything like that. 厝边大家喊声，叫大家赶紧静止，赶紧撤离。飞机的残体也甲规死过，火规个炭开。江南现场是海军管属的宿舍，至少有15号导火。消防队赶到现场，紧急疏散几落个过区的居民。根据了解，出代志的塞斯纳550型双型燃烧飞机。
拜三暗自纽泽西起飞，本来是要降落伫咧圣地亚哥的蒙哥马利吉布斯行政机场，拜四透早飞到半路，煞唔知什么原因，接来弄入去主题区。No one was transported out of the housing units. That's where I say we were lucky in that fact that no one from those homes was injured that we've had so far. And then was inbound, we presume, based on the flight path for landing into Montgomery Field, runway 28 right. It struck power lines about 2 miles southeast of the airport, then collided with a house. 军工气象资料显示，迄当阵能见度降到只敢若800公尺，云层有较低，不过并无什么现象显示出问题。飞机涉来进前也无法紧急信号。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也个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派人到现场调查，联邦调查局也出动调查加鉴定空难发生的原因。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译。昨早起，北韩向日本海方向射几6粒飞弹。韩国政府和媒体拢认为，这是因为伫咧情人节，北韩新的军舰伫咧落水典礼出征达，准备弄破去。北韩感觉真见效，才会落挑工射飞弹。这是今年4月份，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伫西韩的南部主持新型驱逐舰落水的情形。军舰编号51，以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抗日民众摧陷来号名，是北韩第一种使用相位阵列雷达，也加骑伫飞弹发射系统的军舰。韩国甲各国专家为卫星相片来判断，21伫东北部青顶传出落水意外是这款军舰的第2只，不过编号甲船名也无清楚。根据北韩官方朝鲜中央通讯社的消息，驱逐舰落水的方式是以船身方式来进行，船尾部分的翅膀先脱离，造成船尾破损，船身失去平衡，同时船头无脱离岸顶的平台。即马大型船只落水，也是几6万吨甚至10万吨以上的货轮游轮，也是以船尾先落水的方式触入水内。体型较细淡薄的货轮，加1万吨以下的军舰，是常常使用这种船身落水的方式。측면 진술을 한 이유는 그만큼 굉장히 좀 비좁은 공간에서도 진수가 가능하고 특히나 이 부력을 유지하는 것이 함정이 커지면 커질수록 한미 진수 방식으로 해서 들어갈 경우에 그 부력 회복하는 것이 쉽지 않다라는 측면 때문에 있습니다. 그래서 사실 이 측면 진수는 중소형함까지 의미를 가지게 됩니다. 함정이 대형화되면 될수록 더 이상 이런 뭐 지금 말씀드렸던 한미 진수나 혹은 측면 진수보다 예를 들어서 드라이독 자체에 배를 넣고 물속에 담그어서 진수하는 안전하게 진수하는 방식들을 추구하게 됩니다. 亲像对船身平衡更较敏感的船舰，就是以大船坞的方式落水。韩国的专家是讲，北韩可能欠缺船身落水的执行经验，所以造成这起事故。北韩官方媒体是讲，金正恩对这件代志表示真生气，点名党中央委员会、国家科学院、中央军备研究所加青顶造船厂这单位，必须爱为事故负责。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镜头转来看国内，国造畅水南海鲲号进度延前，本地按4月海上测试已经跳票。国防部长郭立雄宣称讲，目前是无确定的时间，讲着要符合安全条件才会当出海测试。那安尼是照这个办事11月，敢有法度交会呢？目前嘛讲袂准。江南国造海鲲号搭国人的机体，面对进度延前，像是4月海上测试跳票，国内传出5月12有可能开始海测，但是后壁都无消息啦。引起外界烦恼，讲11月交谈的目标恐怕会出现变数。国防部长郭立雄接受中央社的专访，证实海鲲号的海测无时间点，目前搁伫撇港在测试。我们的海鲲号的这个海测是不是现在进度延宕，没有时间表？我们海鲲号就等到这个泊港测试备变了以后，我们自然就会进行海测，好不好？在2024年1月原定交付的这个潜望镜延宕到去年2024年的5月才交付，所以整个造舰的工程当然就延宕了4个月。然后在海测阶段就会先进行浮航，也就是它必须先作为一艘合格的船才可以作为军舰。
另外，台海的政策是真紧绷，国军有建军备战的压力，因为中国目标2017年具备环台能力。国军是加速调找哈马斯多管火箭、M1A2T 战车、各式的无人机，而且进行兵力结构的调整。国立平强调讲，要让中国环台的成本比离的国较悬，要求国军2027年必须达到高战备。他则认为增进官兵的训练和心态加重要。我们不管是立即战备操演，或者是我们的汉光等等的，以这一些其实都会去让我们的一个官兵在接到命令的时候，不管是无剧本也好，或者是无响定也好，都能够快速的去因应各种的状况。郭立平表示讲，国军爱建立岛迄古迹、韧性防卫，嘛深化台美的军事合作，因应台海的威胁。国防部23发布将找到中国出动20架次的军机，内面有18架次是超过台海的中线入来到台湾的北部、西南和东部的空域，加上中国军舰7架和公务船1架，伫台海4个里的活动。面对中国4面绕台，国军严密应处。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连续爆出中国间谍案，罗总统已经宣布要恢复军事审判。最高检和国防部今仔日举办军法3.7的新册发表会，检察总长邢泰昭表示，这是为着日后修法恢复军审做准备。这几年强谍案真济，总统赖清德3月中提出5大国安统战威胁，17项因应策略。阁宣布要恢复军审，让军法官转来到第一线，已经开始研究修法的国防部部长郭立雄就话讲，要让军事审判重新开机。如何让司法深入理解部队的任务特性与纪律的要求，成为我们急需回应的课题。对军事审判来重新开机啊！国防部拟定5大修法方向，军事审判的案件限在军人职务犯罪，像讲违反效忠国家职责罪章，制定军事法院组织法、军事检察署组织法，一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署制定军法官人事条例等法规。军法官必须具备军事历练，确保军法审判符合公平审判原则，正当法律程序的宪法要求。而且军审适用对象是现役军人，共犯是退伍军人。也是百姓无伫这个范围内。尤其是外部势力对我国军队的渗透跟威胁，恢复强化军事审判制度，的确是当务之急。我想，我们军法官可以胜任各项的一个挑战，善用军司法机关建制的专责联系窗口，征询国防专业意见，以提供军事单位陈述意见的机会，来有效沟通。法务部答应会全力协助国防部，23会共同举行军法3.7新册发表会。这个工具册是检察机关甲国防部做伙写的，这由具体个案加深检方甲军方伫军事案件、军机议题的认知，为伫要恢复的军审制度做好交接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南区一搭建案的工地，早起拆鹰架时阵煞放弃。有2个工人为13楼悬摔落来不幸死亡，阁有2个人去互放弃的鹰架喊着伤。市府初步调查，讲这拆除的作业无符合规定，甲业者罚48万，下令停工。顶盘厝架部分落来地面停真侪台救护车，台中市南区福田路福田寺街口一个建案，23早起9点左右传出工安意外，现场咧拆厝架作业，其中有2个工人不明原因为13楼厝架落来地面当场乌卡，另外2个工人分别为悬楼层甲1楼，拢互厝架工伤意识清楚。集合住宅大概500多户，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其实救护车都已经来了。目前救出的时候是2名躺在地上是没有生命征象的，那有2名，一个是全身有多处的擦伤，另外一个有大腿骨折的情况。那我们有用救护车赶紧送他们至医院。台中市消防局表示，4个男性工人拢是本国籍，分别送去3间病院抢救，其中2名乌卡伤者救无转来。工地负责人表示，拆厝架是由外包厂商咧做，按算工期2个月，工人拢有挂安全带甲防护措施。基本上我们都有那个全配式的安全带做防护措施。看我们上面也是有的一条母锁在那个。给他们工班拆家要做的安全防护。如查明有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规的一个事项呢，
会予以处罚新台币3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台中市府表示，经过会同台中市结构工程技术工会会勘，初步判定拆架过程，顶部部壁连骨已经拆掉，而且施工架蹲上过侪物件，因为超重，护人员落落去已经命令停工。各条违反治安法甲建筑法，各开发业者30万甲18万，爱等到改善完成才复工。后续也启动职业灾害劳工顾和管理服务机制，协助伤亡者家属。记者综合报道。安那高雄的金埔区是有一间吨塑胶的仓库着火，上3点钟才控制掉。着火原因还搁咧调查。现场有爆炸声音，这乌烟嘛呛甲真高真悬。附近的住户甲窗仔门关起来，嘛是会闻到臭味。环保局有去现场监测，被依照空污法、甲业者罚10万至500万。几啊声爆炸的声对高雄金埔区这个仓库传出来，火势真猛，烟雾阁较惊人。乌烟是一直对天顶冲起来，钢线前顶顶住伫较悬的所在的居民拢看会到。闻到那个很臭的味道，就我们附近其实不太可能会有那个味道。浓烟嘛飞去高铁的轨道和附近的社区大楼，高铁检视了后，营运正常无受影响。不过大楼的居民却开始紧张啊。民众住的大楼离火场差不多100公尺，厝尾顶规个拢烟蓬蓬，入去到厝内，就算第一时间将门窗关起来，烟雾嘛是走入来，连伫室内拢爱挂出烟。一开始的训练，我就较紧把门禁关起来啊，窗门禁关。后来你看烟都一直入来，一直入来。那因为现场是塑胶粒，所以那个黑烟比较多。那我们也调用了泡沫自己的泡沫以及临近工业区。火灾伫3点钟了后拍花，消防局表示讲，到场的时阵火势真猛，初步真歹判断着火点和着火原因，接落来爱互火调人员接手厘清。什么原因也不知道啊，因为放的东西是蛮安全的。风正头搁在斗3工，烟雾恐惊是飞过较远。市府提示讲，伫风尾的金埔大峡这所在居民，尽量减少户外活动，而且把门窗拢关起来。疑似管理不当引发火警，致产生明显异味及烟雾，违反空污法32条规定。环保局表示讲，业者应该做好开烧起来的物件的公共安全和环境管理，煞无做好，嘛监测到火灾现场有明显的臭味烟雾，认定业者违反空污法，相关业者会罚款500万。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上幸福的国家排名，丹麦是排伫咧第2。不过，丹麦即阵通过新法案，可能会互劳工感觉无啥幸福。这个月修法通过，为2040年开始，退休的年岁要延后到70岁。目前丹麦退休的年岁是67岁，其实算是真悬啊。和全世界退休年岁上少年的沙烏地阿拉伯47岁比起来，是差20岁。丹麦就有民众真不满，讲明明经济遮健全，退休的年岁煞是欧盟上悬的。无人想要上班上一世人，伫咧丹麦，阁有其他欧美国家，退休的年岁大部分拢是对平均的岁数来做调整，所以退休的年岁嘛拢开始咧延后。整个来看，目前差不多拢是伫咧65岁左右，按欧美是比亚洲较晚退休。虽然丹麦全年有一半时间拢伫落雨，气候湿冷，税金高悬，不过社会福利政策的完善，提升丹麦人普遍幸福的感受，因为安尼得到今年上幸福国家的第2名。不过，丹麦国会通过修法。到2040年，那是1970年12月31日以后出世的人，拢爱工作到70岁才会使退休。其实早伫2006年，丹麦政府就已经制定，甲退休的年纪甲平均寿命绑做伙，来决定个人退休的年纪，并且每5年增加1岁。也就是讲，即摆2025年，丹麦人的退休年纪是67岁，到2030年就会增加1岁到68岁，到2035年，丹麦人爱到69岁才会当领退休金。BBC 报道，有47岁厝顶装修工人不满的表示，因是工人阶级的体力劳动者，甲其他坐办公室的员工情况无同，变侪岁退休根本就无公平。过去几礼拜，为了阻止政府修法，首都哥本哈根已经发生真侪场由工会支持的抗议活动。民众的诉求是，丹麦经济健全，不过修法改做2040年70岁退休，这已经是全欧盟国家当中上悬的。而且，侪伙人到时阵会失去有尊严的老年生活，像讲伫瑞士，民众63岁就会当领退休金。伫意大利，即马虽然是67岁，不过预定2026年可能就会修改法律。2023年5月劳动节，法国各大工会发动全国示威，
隆重有230万人上街头响应，应用正激烈的手法抗议总统马克宏政府，把退休年纪为62岁调悬到64岁。不过当时伫街头上面嘅示威，并无影响法国政府的决心。马克宏到尾用宪法第49.3条，写过国会表决，强行通过法案。马克宏当时除了和反对党发动无信任投票，支持率嘛大幅度降低。公司新闻洪瑞梅编译。斯里兰卡是全世界第一个选出查某总理的国家，不过女性要找头路嘛是真无简单。大部分的工课同款是有性别的刻板印象。若当地是有一间饭店拍拍传统，为服务员从破西到保全，拢是请查某员工，服务品质人人学乐。饭店的服务人员排几排，面顶的笑容和大人家感受到，敢若是贵宾同款。这间伫咧斯里兰卡中部坎达马纳河边的饭店，一个开幕，伊甲一般饭店上大无共，是所有的员工拢是女性。75位女性员工包办饭店所有的工课，自管理到房务、外场招待，抑个维修、摒扫、接送的司机加保全。一寡大家认为拢是男性伫咧做的头路，一寡女员工拢提起来做，而且做甲真好。සාමාන්‍යයෙන් ඉංජිනේරු වංශයේ ලංකාවේ වගේ නම් ගොඩාක් පිරිමි කට්ටිය තමයි මේ ශ්‍රේෂ්ඨයට සම්බන්ධ වෙලා ඉන්නේ. ගොඩාක් කට්ටිය හිතනවා ගෑනු ළමයින්ට ඉංජිනේරු සෙක්ෂන් එකේ විශේෂයෙන් මේන්ටනන්ස් වැඩ කටයුතු කරගෙන යන්න අමාරුයි කියලා. හැබැයි අපි මේකට ආපු දවසේ ඉඳන් අපිට ලොකු පළපුරුදු අපිට ට්‍රේනින් එකක් ලබා දුන්නා අපේ ඉංජිනේරු සෙක්ෂන් එකේ කට්ටිය. This is a good opportunity for women to demonstrate their talents as to showcase our skills and courage to the new generations as well as to the world. 饭店的头家维克拉马辛赫是经营团队内面唯一的男性，伊摆脱饭店业的管理，采取大胆的人事策略，开创新的经营模式。Even men society, they always think work in a hotel. Those days we thought only one reception, nice girl in the reception, and housekeeper to clean. So I want to go a bit further. 斯里兰卡伫咧经历过新冠疫情、金融危机，抑个政治动荡，真侪女性头路真歹找。像旅游业，有90%的工作拢是请男性。这间全女性饭店打破性别差异，提供女性员工全新的就业挑战。Single mothers and mothers who are having about 2 or 3 kids, and they have passed that time and joined, and now they are having continuing with their career. 女权倡议人士认为，全女性饭店的出现代表着对女性劳工的肯定，也代表斯里兰卡向女性平权下出一步。Bring fame to Sri Lanka, they brought fame to Sri Lanka, but at the same time, sustainability is important. And I hope we'll be able to walk the talk there as a Sri Lankan. 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明后礼拜一同这个时间咱再会。